大家好，我係 PopLink 嘅 Cruz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係環抱中九龍270度景觀，而且可以一步直達你空中平台嘅特色單位。明鑽一入屋，你即刻會感受到1600尺實用面積嘅氣場，客飯廳闊落到可以輕易擺放一張12人餐台，加上呢排全落地玻璃將室內同室外連成一線。推開門就係接近500尺嘅空中平台，想像下週末唔使去會所同人逼，直接喺度擺個戶外燒烤爐，約埋3、5知己開派對，小朋友喺旁邊跑嚟跑去，呢種喺九龍中心擁有嘅空間自由係極之珍貴。經由屋內嘅樓梯行上去，上面仲有一個1003尺嘅私人天台王國，呢度大到足夠你放個充氣泳池俾小朋友玩水，或者夜晚兩口子攞住杯紅酒，吹住涼風，望住中九龍270度嘅璀璨夜景，你會發現原來想要洋房嘅生活質感係唔需要搬入新界。翻落嚟休息區，4房雙套嘅開積，將屋企人嘅私隱度推到最高。特別係呢間主人套房，空間感十足，連埋個特大玻璃窗，採光極好。呢度仲預留咗個寬敞嘅梳妝角落，女主人朝早喺度扮靚，陽光剛剛好曬入屋，心情都特別好。連埋呢個配備齊全嘅長型廚房，就算幾個人一齊備餐都唔會撞身撞勢，絕對應付到大家庭嘅熱鬧生活。明鑽得80伙單位，而呢種連天台嘅特色戶更加係鳳毛麟角。如果你都揾緊34號網入邊，既有洋房空間感，又有管理嘅特色大宅，留言 PL， 我送份明鑽成交及圖則懶人包俾你，等你睇清楚呢類罕有單位嘅真正身價。